卡步行到兰屿，兰屿是台湾的第2大外岛。不过因为教育的资源真欠，侪家长拢会把囡仔送去本岛读册，有袂少人大汉了后就留伫本岛发展。有一位即马伫咧兰屿的国校教册老师，嘛是自细汉就互4大人送去本岛读册。不过伊毕业了后，决定转去兰屿教册。咱来看伊就求学的过程当中心情的转变。 今天礼拜3是半天，所以请你好好写，1人1张，只有1面而已哈。待会老师作业会发给你们哈，抄点落布。上课的钟声等啊，学生囡仔赶紧行入教室准备上课。但咱所的囡仔伫读册这条路，就比别人较早面对是毋是爱离开厝内来去外地读册选择。厦门外人们，兰屿在地人。 伫国校的时，伊的爸爸就决定把伊送来台湾读册。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在兰屿学校班级都小班级，人数很少。可是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到台东新的环境，人数30、40个，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当下就觉得我有点好像快格格不入的感觉，因为其实我都是新面孔，然后没有习惯的海边跟山脉。深头仔伫台东，厦门外人们真袂适应。 嘛想无爸爸是安怎一定爱伊来台湾，一直到大学读美术科，才开始透过创作找到家己的文化认同。兰屿对我来讲又近又很远，因为其实我都是在台湾念书，所以来这边就开始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可以对自己的学校母校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很积极在艺术领域相关或者其他领域相关去了解孩子们这边孩子们需要什么。这次放的是海洋，就是也是跟我们相关的哈，也是跟12月的主题有一点接近，海洋奇缘。厦门外人们伫台湾读册了后，回来兰屿服务。 若目前读兰屿高中的是丽娜恩，是要来台湾读册，不过后来决定过回去兰屿。在兰屿的时候很想出来读书，但是到台东之后才觉得说，原来在外面生活那么辛苦，什么就是在外面什么都做不好，就是觉得课业也会跟不上之类的，然后就觉得说什么，那我不如回家去学我们自己的文化，反正我的文化就是再不恶补，我就觉得我可能不是兰屿人了。 对学校的选择，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思考。厦门外人们讲，以做老师的立场，是真鼓励囡仔若有机会就出去看世界。因为其实他在6年这个国小阶段，其实有实验教育，有国小，他其实这个童年，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其实应该是够的。反而是说我们如何跟国际接轨，但是又没有这样的师所，我们必须没有这样的环境的刺激，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身体带到台湾，然后去感应。要安怎让兰屿的囡仔有多元的文化刺激？学校伫课程做调整改变，若是有机会，嘛鼓励囡仔出门体验世界。不管是毋是留伫兰屿，徛伫家长和老师的立场。 囡仔的需求受教权，这是上重要的代志。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东报道。